已经困半天，发现天气又是真寒。北部和东北部受东北季风和华南喷雨区影响，今仔日和明仔载2天又是较凉。北部高温干那18度，水汽嘛较济。北部东半部地区有低暂雨。自雷达回波图会使看到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落雨信号较密。自定量落雨预报图看到，今仔日雨区集中伫东北部、东部和南部的恒春半岛。过一天雨区南部的水汽有较少，不过好天气干那半天。在明天开始，一直到周六这段时间，南方的云系北台，所以在明天的下半天，中南部地区、中南部山区，特别是山区的部分，下雨几率又稍微会提高一点，甚至连中南部的平地也是会有一些局部零星的降雨发生。拜五、拜六东北季风减弱，不过加2度。礼拜阁有一波风面落南，中部以北阁降到14度。拜四伫寒风中迎接上尾一个节气大寒。中医生提醒大家，莫和家己的身体袂抵过。大寒代表规年上寒的时间到啊，爱较早困的较晚起床，至少加困2点钟，卖使煮一寡烧糜来食，会较烧脑。沙西米阁较介意嘛是伤害，爱等春天才来食。若是你是骹手较冰冷、较虚的人，即马开始会使加食一寡鸭肉，阁有鹅肉。